全球去美元化嘅最新嘅情況係點樣樣呢？從最新嘅美國財政部數據有咩可以引證到出嚟呢？嗱，今日同大家講解一下。大早晨，今日2026年2月26號星期四，歡迎大家收睇財經早餐呢個節目㗎。根據美國財政部嘅數據，2025年全年海外投資者咧嘅淨買入咗咧係1.55萬億美元嘅美國嘅金融資產㗎，咁按年咧就大幅增加成30%㗎。咁呢一個數據咧令到唔少嘅美國媒體咧就認為咧全球去美元化嘅講法咧就不攻自破啦。然而咧就如果咧係深入去分析呢啲數字嘅話咧，會發現喺2025年咧海外投資者所購買嘅美國金融資產當中咧，大部分其實咧係買入呢個美股㗎，金額咧係達到6585億美元㗎。相反嚟講，購買美債嘅金額咧就只係咧係4427億美元嘅啫。其餘咧就係購買半官方嘅債券啦，同埋咧企業債等等㗎。如果咧單以海外嘅投資者購買美股嘅資產嘅金額去做比較咧，2025年嘅數字咧就更加按年咧就係大幅增加咗咧係133%㗎。而購買美債嘅資產咧反而咧係下跌咗14%㗎。呢一方面咧或者咧會係反映緊咧就話海外投資者因為睇好美國嘅科技嘅發展而大舉係投入美股，但係咧對持有美債嘅興趣咧就有所減少啦。所謂全球去美元化，其實咧主要咧就係體現喺海外投資者對美債嘅需求嘅下降㗎。美國財政部嘅數據咧而家咧就正好咧就引證咗咧就呢一個嘅趨勢㗎。假若咧，當我哋將個視野係進一步將佢擴闊啦，根據彭博嘅數字顯示咧，海外投資者咧對購買美債嘅興趣咧，可以話咧係不斷下滑緊㗎。金額咧就由2022年講緊有9306億美元啦，就下降到去咧2023年咧去到5467億美元㗎。到2024同埋2025年咧，再分別咧係跌到去5166億同埋咧4427億美元㗎。而家咧美債市場咧雖然咧仍然都係錄得海外資金嘅淨流入啊，因為咧海外投資者咧都仲未揾到對美債嘅相應嘅替代品，要佢哋全面去減持美債咧呢一個諗法咧可以話不切實際㗎。近年來咧就黃金咧確實咧係吸引咗唔少嘅美債流入嘅資金嘅，但係咧黃金市場嘅規模始終係較細啊，好難咧全面咧去取替美債市場㗎。另外值得留意嘅係咩咧？就係呢啲嘅海外嘅資金咧，會唔會咧係日後轉向其他去購買關鍵嘅商品，例如好似白銀啊、白金甚至乎係銅啊等等，去進一步咧去分散咧對美債嘅持有嘅比例啦。最後上述嘅數字咧，僅只係反映咧海外投資者咧喺2025年或者之前咧對美債嘅需求嘅情況。進入咗今年嘅1月份咧，我哋知道隨住委內瑞拉咧同埋格陵蘭嘅接連發生嘅事件之後咧，唔排除咧會令到咧更加多嘅海外嘅即係令到啲南美嘅資金，尤其是同埋歐洲嘅資金等等咧，因為地緣嘅局勢嘅變化咧，可能會傾向進一步減少購買美債㗎。至於從美債市場轉流出嘅資金會唔會真係流去黃金甚至乎流去其他關鍵嘅商品我相信咧都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就等我哋咧係拭目以待啦。好啦，今日講嘅差唔多啦，我哋聽日再見。